本来就在动的哈，都不是静止的。所以在这里或许在这一章里面，或许也找到了答案。或许曾经就是看这一段影片的时候，就想说，哎，为什么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他就知道说人生是不能够独立依存的，他就知道说人世间万物时时都有在变化的。原来答案在这边。他们明道，他们有真知正见，所以像伏羲圣人，他也一样，他仰观日月星辰，然后俯瞰山川风木这些的运作法则规律，他就能够化成八卦。我们一般人是做不到这样子的哈。这个差别在于他们有没有明道，他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境界，我们现在称呼他为圣人。只要有这样的境界，他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仙界。好，这边讲宇宙规律，就是老子呢在这一章跟我们讲的。首先，宇宙规律有一个叫阴阳太极。所以或许说一定要先认清楚规律跟道的关系我们在这边才会归平首先就是阴阳。老子他悟出说，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所谓的二元对立呢，就是好与坏、光暗、悲欢，或者说悲欢离合。你看这4个字它就是二元对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以任何事情它都有正反两面。那我们所谓的好与坏，是我们人所定义出来的标签。老子要跟我们讲的是说，任何事情都有二元对立，我们不要看到好的就高兴，不好的就沮丧，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好与坏，那是我们人自己去定义它的，去定义它的。所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正反两面，看起来好像是矛盾，比如说好与坏，看起来好像是矛盾对立，可是它却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所以否极泰来嘛当事物发展到极致呢，就会向对立面转化。所以我们在《道德经》也有学到，有相生，利相成，因声相应，节后相随，祸相都是两面的，一体定都有两面的。这个是老子跟我们说的宇宙规律的第一个。第二个叫做无常，叫做变化。就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影片，我们地球整个太阳系、银河系，甚至整个我们看不到的宇宙，其实它都是在变。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无常是认为说，看到东西坏掉，我们会舍不得，我们会生气。可是世间的东西只要有相，本来就会坏本来就会坏，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永久长存的，除非我们看不到的自己。所以东西坏了，要心疼它嘛，当下心疼，要赶快把它放下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无常，它都在变化，就像四季转一样。我们人看到夏天就说，哇，热得要死怎么不赶快冬天来？可是真的冬天来的时候说，哎呦，哇嘎嘞，那还看不所以人就是这样子，在什么时候呢？没有办法去转化自己的心。那早上我们的前行有讲，无常就像那个杯子嘛，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破掉我举例说我们的慈悲嘛，破掉了，可是我们可以把它转化什么？拿来种花，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转化。我们明了世间都有无常，这个就是一个规律，宇宙规律。第二、第三是因。或许这边要讲一个真实发生在台湾台东的一个真实事件但是呢，因为
家人就赶快去山上找，但是没有找到哈利。那这个哈利呢，跟着阿果要去山上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了。那她要生了，所以她就没有跟着阿果去山上，她就赶快找了一个山涧，山涧就是两个山之间有水的地方，她就在山涧那边找了一个人隐秘的草丛，在那边生了7条小狗。那她生完之后虚弱，她要吃啊。那离这个山涧最近的家呢，就是吴雄他们家。那一天呢，刚好是农历的2月初2。2月初2是拜什么？各位前行知道吗？土地公哈，福德正神啊，所以呢，吴雄家就准备了那个行类这样子要拜。那哈利看到了啊，他很饿，他很虚弱，他就叼了一个生饼出去吃。那吴雄夫妇一看到说，哇，怎么少了一样东西呀？那这样怎么办呀？要出去买回来煮也来不及。他们两个就怅然心这一对夫妻的怅然心就起来了。他说，这非要这可能是哪里来的野猫野狗啊？这不然抓他教训一下不行。那他们两个夫妻呢，就计谋了说，买了一条鸡腿然后隔天来，台语说来等话嘛，所以他就隔天就把厨房的门窗都关好，只留一个小口他们要抓到底是谁偷吃了他家的鸡腿这样子。那哈利当然他生完了妻子，他还是要找吃的，又跑来吴雄家，看到鸡腿呢，他当然咬了就要马上走。可是这个时候，吴雄夫妇两个刚好抓到就用那个棍棒把它打昏。可是接下来呢，这一对夫妇呢就把母狗哈利就把它丢到那时候的他们在烧那个柴灶，他们就把它丢进灶里面。哇，哈利这样哀嚎惨死啊！那可想而知，他们7只小狗怎么样？对，肯定活不了。可是呢，吴雄夫妇呢，他们不当一回事。可是他们家的厄运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吴雄家他有5个小孩，大儿子呢在开那个挖土机，2儿子在工厂上班，3女儿在加工厂当女工，4儿子大学1年级，然后第5个儿子呢，他在高中。那就这一件事情以后的第7天，也就是农历的2月9号，他的大儿子在工作的时候在开那个挖土机嘛因为土机松软，就整个挖土机就翻到山坡下面，大儿子当场摔死。这样已经很难过了，还没完，再隔一个7天，也就是农历的2月16号，他的2儿子下班回来，不知怎么骑的就自己去撞那个树，就这样子送到医院来不及，也走了。那3女儿呢，她在加工厂上班，因为感情的问题，自己服毒自杀。哇，可怕呀！哇，这个家庭他们的厄运有没有到此为止？没有。他第5个小孩，高中的第5个小孩放学回家，不晓得哪里跑出个毒蛇，把他咬到第5个小孩，结果送医院也是来不及，毒发身亡。哇，这2个夫妻很无奈，很无助他们此时的无奈跟无助，跟母狗当时被他们烧的其实那种心情是一样的。那吴雄的太太因为接二连三的小孩子发生这一些事情，她心里好难过。结果她自己呢也上吊自杀。所以这7口家本来是一个平凡和谐的一个家，怎么短短1个月内就走了5个人，只剩下吴雄跟他的4儿子。那
他们全家就是这样的情形。那刚好有神灵叫过来，他就跪在轿面前，他就跟玄天上帝哭诉了哭诉说，弟子从来没有做亏心事，他自己不知道他说弟子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我的家人会现在这样子妻儿家破人亡？这个轿旁边刚好有一个党衣啦国语叫鸡头，他就起鸡起来他就跟母熊讲说，你伤害了8条性命，你难道不知道吗？母熊说，他回想起说，他把母狗送到灶火里面去这件事情，他还记得。他说，我只伤害了1条哪来8条？这个鸡桶就跟他讲说，还有这个母狗因为肚子饿去你家找东西吃，你的心胸就真的这么狭窄？就这样为了一点点东西就把它这样子活活杀死？你知道他生了7只小狗吗？7只小狗因为没有母奶喝，也都活不成，都死了。所以你今天家里面所有的这一些你的妻子、你的儿女的性命，都是因为跟这8条生命有关系。要如何化解？哭啊，一直哭，母熊就开始哭啦。这个鸡桶就说除非你得到他们母子他们的谅解原谅，你这一个冤业才能够消。那熊得到这个指示之后，他就马上备了香花去到小狗要去找，还有看到那7只小狗的尸体，然后他就发愿，他说他要祈求我母子可以原谅他，他发愿戒杀生、持斋、注印善书，还有就是他要造福别人、做公益的事业，这样子。确实，他也在台东确实是这样子，开始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呢，他跟他的4儿子到现在还健在。所以因果，我们众生只看到不晓得因，所以众生百态皆有其因，命运轮转皆有其因。这个宇宙规律因果3个。好，那么老子呢，他因为参透了宇宙的规律，所以老子跳出了2元对立，解读了因。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该要效法天地宇宙，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达到万物有灵的境界。有生老病死，但却生生不息。各位浅浅看到最后一句，我们有生老病死，但却生生不息，这个要怎么样来理解呀？这要怎么样理解？我们都有读到死不往者寿，要怎么样来理解这一段话？因为生老病死是我们的自然法则，对不对？谁能跳脱这个？没有了有生最后一个结局就是我们在佛堂有机会讲这个因为如果忌讳了道理就没法讲就在佛堂是机会讲生老病死所以有生就有什么？那为什么会生生不息？因为当我们的肉体死掉的时候，我们是转化成其他不同的能量来持续的在轮回，这个叫生生不息。所以老子说我们要跳出这个2元对立来解读。那这一小段或许是分3段所以这一小段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就是出火跟亏有，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人透过感官的方式去认知这个世界。所以呢，人呢不能
回内在，用心灵去感悟，才能了真正的真理大道，做到知天下间尽道。所以我们的眼睛，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东西，其实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身上都有手机吧？可是 WiFi 我们看得到吗？看不到。我们天天晒太阳，我们看不到紫外线，这些都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能量，用能量的形式，我们身上都有一种频率，叫做频率。好比说，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收音机一样，我们都时时都向宇宙在发送频率哦。那我们这个电台，假使说我们只有900赫兹，比如说900赫兹，那900赫兹它只能接收10个电台。那我们这个世界难道只有10个电台吗？不止嘛，一定不是嘛。所以就是你能够同频的，你能够接收到的，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所以我们能够匹不匹配，我们能够进入这个道，也要我们能匹不匹配。今天我们很喜欢读《道德经》，就是我们的频率跟《道德经》有相近，就是这个频率我们有办法去接收。否则有的人也是，他也会觉得，我没爱听啊，我总爱听啊，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一样的讲师，一样的音频设备，一样的椅子，在这个频率，它能不能够接收到？这样子。那这里有一个假手实验或许找了一个最短的，因为这个实验其实它是从国外做的实验，可是你要完整。